现在是开机和关机的整个过程。首先打开入电开关，随后按仪表，按仪表的开机键把机打开。这个时候它默认就是在1档，随后换档位，按3键按2次，它就换到第1档。换 S 档也是一样，按2次。好，这就20档，就调档换档。这边就是开灯开关，上面是喇叭，中间是左转向右转向灯。关机按住那个关机按钮，这就关机了。然后把入电开关也关掉，入电开关关掉。